随着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哪来哪增加，在防疫期间，为了避免民众焦虑的产生，专家除了提出增加心理的韧性，莫规工浸伫个中国的媒体资讯，过头专注伫个确诊者的脚架以外，另外市府卫生局嘛提出安静能希望五自觉来稳定心灵。五大招哈，第一招是安哈，安就是我们要注意安全。那怎么注意安全？就是要勤洗手、戴口罩，还要注意你的社交距离，哦，这样才能保持你的安全哈。第二个就是要静，那静的部分就是最近很多疫情的报道大家可能心情也会因为疫情报道有起伏心情会比较乱。那这个部分可能大家就要适度的去调整你观看疫情报道的一些情形。那再来就是要保持你的心情要安静，这样才能减少你的焦虑哈。那第三个就是能的部分就是你要多运动，补充营养，还有一些充实你的防疫知识，这样才有办法提升你的防疫的能量才能知道说怎么去应对疫情的发展那再来就是大家可能都被居家隔离、居家检疫，没有办法外出。那你怎么跟你的亲朋好友联系？你可以利用网络，利用我们的电话，跟你的朋友继续做联系关怀。这个部分也可以透过我们这个网络跟电话，大家互相鼓励，这样才能平安的度过我们这段的期间那再来最后一个，就是希望，那望的部分是希望大家对我们的疫情处理要有信心。那大家在看到疫情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对疫情会结束过去的这些正向能量我们要对抗这个病毒，其实是需要大家的帮忙如果大家对我们所做的这些防疫措施有信心的话，我们才能产生正能量配合政府的各项政策，我们才有办法挺过这次的疫情。除了有自觉稳定自我的心灵，另外卫生局嘛鼓励民众随时了解家己的心情指数，是毋是伤过头郁卒。如果有问题，会用卡1925的专线，或者是免付费的心理咨询预约专线3352-982，拢有专人为你来疏解情绪的压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